迄天阿母对外口转来，兴气气甲我讲，我拄则去公园甲咱遮的厝边开讲。吼，你敢知影？路口迄间卖面线的，因兜发生啥物代志？迄头家毋知啥物时阵伫网络熟识一个少年查某，两人伫遐偷来暗去，结果顶个月竟然甲因某离缘呢，1500元拢无留互因某，连因3个囡仔嘛无爱滴，侥幸哦！安尼放某放囝，做伊去逍遥。看阿母讲甲喙角全破，嘛毋知真的啊假的，先停一杯茶，互伊歇喘者，哪停哪甲讲，路头无地带，毋通乱开喙。人的家内事，你毋知头毋知尾，听价就准拄煞，莫阁传出去啊！是啦，咱拢毋是当事人，毋知人厝内啥物状况，点点莫黑白评论较妥当啦。